聽好音樂，睇好視台。今日好視台咧，好高興請到我哋呢一位重量級嘅嘉賓，亦都係我哋華語樂壇殿堂級嘅女歌手葉麗儀老師上嚟我哋節目做嘉賓。阿巴老師你好，葉老師你好。咁我知道咧就係6月嘅28號，我哋廣州演唱會界咧就有一個盛事。咁咧就係你嚟到我哋廣州咧開個人演唱會啦。係啊係啊。另外咧我都知道咧你係一個好有故事嘅人。係啊，咁我哋啲聽眾咧就最中意聽音樂故事嘅，即係今日咧我哋會傾多啲你嘅故事。冇問題。咁我哋先從咧就係今次嘅演唱會講起啦。今年係你入行55週年，係啊，亦都係首唱呢個上海灘嘅45年。冇錯。咁啊，今次演唱會其實想帶啲咩嘅意義俾大家咧？主要呢個演唱會嘅主題叫做感恩。因為我係非常非常感恩。能夠喺呢個行業度做咗咁耐啦，由做唱片歌手一路做到而家咁，喺舞台上都有演出咁。咁大年紀而仍然能夠有新嘅歌曲錄音，同埋有唱片公司一路都咁錫我咧，呢個係好難得嘅一件事，所以我心裏邊好感恩。同埋最緊要就係有機會咁多年嚟，同香港音樂界好多高手係合作過，咁啊由我入行嘅時候，顧嘉輝老師同埋黃霑老師兩位係帶我入行，亦都係我哋嘅恩師。咁所以變咗能夠將佢哋嘅作品同大家一齊分享嚟紀念佢哋咧，我覺得呢個好有意思。葉老師一句感恩咧，就將好多嘅故事咁咧就帶咗俾我哋。咁我知道咧後邊肯定有好多嘅故事嘅。咁我知道今次演唱會咧，其實嗰個製作班底咧都係好強大，同埋係你合作開喎。不如你介紹下。同我合作咗好耐，都有20幾年嘅，就係倫永亮。咁亦都係我合作過咁多個大師之中咧，好朋友嘅一個。因為我哋我大佢少少，但係佢係我一個好朋友。同埋倫永亮咧係一個音樂才華好高嘅人。佢遠20幾年前佢喺美國讀完書翻嚟，一開始喺香港寫音樂咧，佢就已經寫歌俾我。咁嗰陣時同佢認識咗，到而家一齊合作。咁過去呢20年佢做我嘅音樂總監。咁啊，有時我出埠啊，有時我喺香港做啊，好多時一定係佢操刀。咁而樂隊入邊好精華啦，阿賢仔啦，黃仲賢啦，仲有蘇德華啦，即係香港嘅樂手高手。曾經係 Blue Jeans 嘅成員啦。係啦，冇錯嚇。所以啱啱我聽到啦，3位都係非常之有份量嘅幕後嘅班底啦。咁再加上你啦，咁所以即係其實係6月28號啦，我啱啱講啦，真係好值得去到現場可以聽你唱歌，同埋咁多高手一齊嚟去 join 呢個 party，即係我覺得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咁啊，除咗呢一啲嘅製作班底之外咧，你曾經講過啦，就話今次嘅演出咧，你希望用一個歸零嘅心態去重新去做今次嘅演唱會嘅。咁呢個係一個咩概念？個概念就係我覺得嗱，譬如上海灘咁，老實講，上海灘萬般情龍虎鬥啦，3首歌都係唔改得嘅。係你改咗就冇咗嗰個味道啦。係啦，大家就好似揾唔翻嗰種感覺。咁但係咧，其他嗰啲咧就可以嘅，可以用一啲新啲嘅演繹。譬如我1987年喺春晚演出過嗰首送給你明天的太陽。咁好多內地嘅朋友咧，首先識呢首歌。係啦，第一次見我嘅時候聽到我唱呢首歌，咁就覺得哇，呢首歌好好輕鬆、好動聽，同埋個意思好好啦，將明日太陽送俾你咁。咁佢哋就話：點解你唔係成日有機會唱？我呢個真嘅，因為嗰陣時喺春晚唱咗之後咧，我冇乜機會嚟翻嚟中國演出。咁今次有啦，咁於是我就同倫永亮商量過，我哋話不如用一個新啲、現代化啲嘅節奏去演奏呢首歌。咁佢係同我寫過，所以好靚嘅。咁都幾好玩喎！可能係即係呢啲重新嘅編曲咧，會吸引更加多係啦，嗰個節奏比較年輕一啲嘅觀眾啦。係啦，係。咁啱啱你都講到咧，即係話感恩呢個主題係我哋今次演唱會嘅一個主題啦。咁我相信即係喺你嘅成長歷程入邊，肯定係經歷咗即係好多嘅事情啦，令到你今日有呢個新嘅感悟啦。咁啊，即係同大家講下咧，由你入行開始傾下偈好唔好？我入行係其實我細個就好中意唱歌嘅，咁同埋我個人好外向啊，好中意喺學校3、4歲即係返幼稚園嗰陣時都中意企出嚟唱歌，即係唔知唱咩嘅喎。
咁但係就有啲照片係我好細個就已經喺度唱。咁所以變咗到我喺學校嘅時候，好自然參加歌唱班啦。到離開學校就喺教堂度唱啦。咁所以我係一路都冇乜點停口，同埋我係好喜歡唱歐西蘭歌曲。咁於是咧就喺電視台有一個叫《星寶之夜》嘅節目。咁咧就佢入邊咧就有啲獎品啊，係啲電子嘅可以講話家電啊。咁當時咧我就貪玩去參加，咁參加咧就真係俾佢選中咗。咁跟住入去唱咗之後咧，就真係改變咗我一生。因為嗰晚我遇到顧嘉輝老師。哇！顧嘉輝就係嗰晚就認識㗎。係啦，佢嗰晚咧就係首席評判。咁另外嗰兩位評判咧就係許冠傑，佢係我偶像嚟㗎當年。咁咧就另外一位咧就係香港嘅女高音歌唱家比明儀。咁佢哋三個都俾我滿分，咁所以我就贏咗個電視機。滿分啊！嗰一年係幾多年？1969年，所以到今年咧係55年。咁我4月喺嗰度參加呢個節目之後咧，冇幾耐2個幾禮拜到啦。阿輝哥就打電話俾我，問我有冇興趣唱廣告歌。咁於是咧我就有興趣，因為我好中意唱歌。咁於是我就因為我返緊銀行工嘅，咁於是咧就喺食晏嘅時候去個錄音室嗰度。咁我廣告歌好短㗎嘛，係咪？最長都係1分鐘嘅啫嘛，1個鐘頭我可以唱4、5隻㗎嘛。因為好簡單嘅人揾到好多錢，當年係比我喺銀行賺嘅錢仲要多。因為阿輝哥好好嘅，佢一唱完就即刻俾錢㗎，好快，所以我好開心。咁同埋佢介紹我識埋詹叔，咁喺嗰度我哋3個係一個廣告嘅鐵三角。就可以講話喺69年一路至到74年度啦，我哋做過無數咁多嘅產品嘅廣告，亦都拍過一啲有片嘅廣告。咁咧就喺唱廣告嘅過程之中，我係學咗好多唔同嘅唱法，都係佢兩個教我嘅。咁所以我係好幸運，我一入行就同兩個真係高手巨星又係。佢哋兩個係音樂界當時首屈一指嘅兩個人。佢哋教咗我好多嘢，譬如我初之後去錄音唔識，咁一味哇有唱大聲唱咁啊，佢哋就會喺個控制室度撳佢出嚟。葉麗儀你好大聲，企後啲得唔得？咁企後佢有一步，你仲係好大聲，企後多一步。咁唱下唱下你就知道原來唔可以盡唱嘅。咁有時有啲產品係細路仔㗎啦，咁用細路仔聲。如果係一啲比較端莊成熟啲嘅女性嘅產品，咁你咪用個好成熟嘅女性嘅聲音去唱啫，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唱法。最緊要仲係有時係獨唱，有時係和音。當時啲廣告係普通係廣東話，廣東話㗎啦已經。全部廣東話因為當年咧仲有香煙廣告，咁所以嗰陣時佢喺電視台度放嘅。電視電台都有，OK 都有。因為70年代可以講我係廣告初喺香港發展嘅世界，咁廣告公司係非常蓬勃，咁所以我諗我哋兩個有一晚，我記得我返歡樂今宵一個廣告時間有6個廣告，其中4個係我哋3個人做嘅。哇，咁犀利！咁唱廣告歌同埋即係你唱流行歌之間係咪有啲唔同？有唔同嘅唱法都唔同，唔同嘅，因為唱廣告視乎個產品啦。第二咧就係唔一定係獨唱，有時要唱和音啦。咁和音咧就訓練你隻耳仔，要分析得點樣去平衡翻嗰個音量啊嗰啲咁。即係呢啲冚唪唥都係我而家識唱歌嘅方法，就喺嗰時學翻嚟嘅。即係極有可能係你首先係唱流行歌，跟住通過廣告歌咧，又將你流行歌嘅嗰個技巧咧提升咗。應該係我首先唱英文流行歌。咁英文流行歌咧好奔放啊！你中意點樣發展、點樣玩嗰啲音都得嘅。咁但係唱廣告歌咧就唔可以玩啦，因為係廣東。咁於是要工工整整。咁但係都有啲西方嘅口味。我印象中除咗唱過可能1隻2隻係有中樂嘅之外咧，大部分都係西樂嘅。咁到後來唱華語歌啦，咁華語歌又係可以嗰個調子可以玩嘅。即係唔需要咁工整，到我唱上海灘時候先知道原來唱廣東歌係另外一個回事。粵語歌仲難啲添。係啦，粵語歌係完全唔能夠玩嗰個調子嘅，因為嗰個字你拉咗落去第二個音咧，嗰個字就唔係咁意思啦嚇。咁所以要慢慢乖乖地好好地去練，係啦。咁要靠
唱片監製。當年上海灘嘅唱片監製係朱水平，佢係我哋香港一個好出名嘅導演朱克嘅女。咁佢入嚟唱片公司做嘅時候咧，都係啱啱離開咗大學冇幾耐，佢冇乜經驗。咁但係佢好大膽，佢話：你咁樣唱我唔收貨，全教佢一路逼住。佢於是好乖咁坐喺度，頭嗰兩句浪奔浪流唱咗2個鐘，我從來未試過做咁耐下，因為個浪字咧同個奔字咧都係你，因為佢音樂寫得好澎湃，咁你一去到浪奔咁，一睇就知道係要咁唱。OK， 浪奔唔係班。班咁你就去咗班，走個音啦，係啦，個鼻個音要上得準，但係你要放，但係又唔可以盡放，好考起啊！嗱，講到粵語歌咧，咁肯定有好多嘢要同你傾嘅。咁啊，但係我想即係問翻你咧，啱啱你講到即係我都好好奇，點解做緊呢個銀行？你去做呢個廣告歌嘅時候係兼職嘅喎，係兼職歌手，係幾時係由兼職歌手？轉到我唔做銀行工啦，咁穩定我都唔要啦。呢個係銀行應該好高薪噶嘛。有少少身不由己。我喺銀行做個秘書又唔可以講得好，唔係可以講得好高薪。不過係我爸爸對我嘅期望就係話你要有一技之長。咁我諗住打字啊、速記啊嗰啲咁咪原來做人哋嘅私人助理咁已經好，即係一技之長啦，係咪嚇？有1000零2000蚊咁。當年而家講69年係好穩陣嘅入息嚟噶嘛，即係我喺銀行做個工，等於人哋入去政府打政府工差唔多咁嘅意思，即係入咗去就諗住做一世嘅。咁但係咧，後來我開始唱咗歌之後，尤其是開始阿輝哥同阿詹叔帶領之下咧，我就簽咗無線啦，做咗佢嘅歡樂今宵歌星，就每個月要唱2晚。咁另外咧就後來輝哥又去日本參加世界歌謠祭啊，帶我去唱佢嗰隻歌。咁我去到舞蹈館，哇，好大，即係好似香港紅館嗰個場地咁樣，有一隊60個人嘅樂隊。呢個日本NHK 嘅人嘅，有8個和音。你不論你唱咩語言，你個譜一擠喺佢前邊，佢就唱到。哇！我好即係覺得好震驚，世界上有咁好職業水準嘅人。俾到另一個嘅俾我眼界，我覺得外邊嘅世界好精彩，我有呢個感覺。咁同埋同一個60個人嘅樂隊唱完翻嚟，就覺得自己平時錄音嗰啲細嘅樂隊好唔滿意，似乎唔係咁玩，好唔滿意啊！咁於是就有時我就中意出個埠之外，中意出旅遊啦。咁國泰航空公司咧就請我做佢哋嘅親善大使。咁我入咗去之後咧，就佢問我有冇興趣做一隻唔同語言代表佢哋嘅航線嘅唱片。咁我話好大膽，哇，當然啦，可以做啦。咁其實好難嘅，因為要唱9種唔同嘅語言。咁於是我花咗半年嘅時間去做呢樣嘢，咁就由百代唱片公司幫我做。做完之後，百代就話：哇！呢個唱片好特別啊，佢哋要發行啦咁。咁於是我就話：OK，發行咗之後咧，你賺到每一分一毫都俾翻國泰航空公司，因為當年咧我係麗風公司嘅歌星嚟嘅。咁而麗風公司咧就覺得我呢隻唱片冇乜意思做，咁所以佢就話：呢傻妹呢啲唱片我買嘅咁。咁佢就話：咁我話你唔做，我去揾第間公司，你放人喎。得，你揾到人幫我做，我簽俾你咁。咁佢就要放人啦。咁於是我就入咗去國泰，入咗去國泰做之後就入咗去 EMI， 就錄咗呢隻唱片。咁啊好巧妙，咁呢個唱片咧就唔知點咧傳到去倫敦一個經理人嘅手上。咁佢就好興奮，佢就經 EMI 揾到我，佢話我已經好耐冇揾到一把聲音咧，係我覺得可以有潛質嘅。如果你肯嚟倫敦嘅話咧，我就可以喺6個星期之內揾到一張世界性嘅合約俾你咁。咁呢個機會係好難得。咁我翻嚟諗咗好耐。咁拉尾諗下，如果我唔去嘅話，我每一日都可能諗，當年如果我去咗會點咧咁。同埋我事業心好重，再加上我對外邊嘅世界實在太過有興趣。咁於是我就離開咗香港。就去咗英國做咗個歌手，咁就由嗰個時候開始正式成為一個職業歌手。嗰時幾多歲啊？去到英國23歲。哦，唔係26歲。咁我去到英國嘅時候咧，就真係好快，六個禮拜之內就簽咗去 EMI， 成為 EMI 第一個亞洲跨國嘅一張合約。咁我第一年咧就喺
倫敦啦、日本啦、香港啦、馬來西亞、新加坡都出唱片。咁呢個如果唔係佢嗰張跨國嘅合約咧，我係冇機會可以咁做咯。咁喺呢啲國家出唱片係出英文歌定係根據翻嗰個國家嘅語言？英國出英文，日本出日語。哇！你要學㗎咯喎。佢有人教。有人教，OK。不過我唔識對話咁解。唔識對話。去訪問你講英文咯。不過佢都有一段。唱歌冇問題咯。嚇，唱歌冇問題。佢有一段咧都教你譬如去電視訪問，佢問啲問題一早知道啦嘛，咁佢教定你講日本，學定嗰幾句話咯，係練咗嗰段咁咯。咁另外香港咧就仍然都係唱華語同英語，咁馬來西亞、新加坡都係出華語嚇。到後來上海灘之後，我先至出廣東歌嘅。咁行完呢一陣外國之後，即係感受完啲刺激之後，係咪又翻香港？咩情況下得到咗上海灘呢一首歌嘅機會？上海灘呢首歌真真正正係一命二運三風水。當年咧，由於我成日出咗去外埠唱歌咧，好多主題曲輝哥想揾我咧，我都唔喺度。咁於是咧，最後咧佢哋就電視台同 EMI 講，叫葉麗儀翻嚟，我哋年初要拍一套劇集係民初嘅，佢要唱 OK， 咁我咪翻嚟咯。咁啊翻嚟1月翻嚟，咁啊輝哥咧就寫咗呢首歌，跟住詹叔又寫埋啲詞，咁我就1月錄咗，就4月出，嗰個係1980年。咁啊出去之後咧，因為意想唔到呢首歌受歡迎得咁緊要，當時播呢個劇集嘅時候咧，條街冇人嘅。全部翻晒屋企睇，全部翻喺屋企睇。咁同埋當年上海灘呢首歌，有人模仿我唱嘅咧，有10幾個人去模仿。但係唱完嗰個原本嗰個係我，因為阿輝哥就住我把聲嚟寫，咁所以變咗我唱咧就容易最啱啦嚇，容易佢就住我個音域，同埋佢啲配樂係寫得好澎湃，佢知道邊啲地方我可以去，邊啲地方我唔可以去咁樣，咁變咗我唱起嚟就容易好多咯嚇。即係原來呢一首歌係未寫之前就已經係授意係你去唱嘅，然之後阿輝哥咧係根據你把聲去寫呢首歌。輝哥係真真正正好識得點樣去利用一個歌手嘅聲音。佢寫俾我個歌同寫俾阿姐嘅歌係完全唔一樣，因為阿姐嘅聲音就比較幼細，所以阿姐嗰啲歌咧就比較柔情啲，柔情啲，唔會話咁奔放。我嗰啲咧就我啲就要好惡嘅。你個音域廣啊嘛，係咁所以即係今日我哋都揭秘咗一樣嘢，原來呢首歌咧係未寫之前咧就已經係定咗係啊葉老師去唱嘅。咁你話係咪命運咯？係咯，好特別啊！而且你當時係諗唔到，你唱呢首歌嘅時候諗唔到啊！哇！呢隻歌係會爆成一個咁樣嘅情況，冇人會諗到。最記得係呢個劇集出嘅時候，呢首歌一日到晚喺電台都會聽到啊！個個 DJ 都會播，咁就周街都聽到。咁後來佢哋就話：我哋而家有個機會去廣州開演唱會喎。佢叫音樂欣賞會，呢個係1980年。咁於是咧就我啦、葉振棠、李龍基同埋鄧海林4個人咧，就喺友誼劇院。哇！咁當年咧，我喺友誼劇院唱過《上海灘》。哇！廣州真係你福地啊！咁係咪萬人空巷啊？嗰陣時咁啊，你劇院全部塞到爆晒啦！咁得咁多人，得咁多，做咗10日喎，都好長嘅時間。